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2号。這一期咱們繼續來聊恒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昨天中指研究院呢公布了7月份的樓市一些數據咱們也解讀過了。實際上就是除了上海7月份勉強還可以，雖然跟6月份、5月份、4月份比一路下滑，但是跟去年同期比上海還是不錯的。而且上海現在二手房它還在榮枯線之上，所以說上海是獨樹一幟，但是也不代表上海就漲了，二手房價還是同比還是在下跌那麼其他一線城市那就沒什麼好說的了已經都到榮枯線之下了，已經回到原來的軌道，就這意思。那麼經濟學家馬關遠呢，他今天又發了個視頻，他就說這個關於樓市修復，也講到這個問題他說首先這個房地產這一輪調整對居民財富造成損失非常大。他說我們看到房價絕大部分城市的房價下跌幅度在40%左右。如果按照全国当年最高點那個房地產市值來算，這一波房價調整對居民財富影響超過150萬億，150萬億的財富沒有了就是往下調的時候，150萬億從賬面上就沒了，飛了。但是當房地產調整結束以後他說我們發現什麼情況呢？就是房地產的反彈出現了嚴重的分化，少數城市房價開始反彈，少數城市的房地產開始出現了回暖，但是絕大部分城市的房地產仍然在下滑。他說這是第二個 K 型分化。實際上這個觀點呢是那個野村證券那個陸挺他的觀點，我在有一期節目我給大家介紹過。陸挺他說K 型分化有這麼幾個，一個是新舊產業、新舊動能，你比如說這個硅基是吧，硬科技、人工智能，這是 K 型的一條腿，然後相对应的其他的呢就是 K 型的另外一条腿，這些 K 型。還有一種 K 型分化指的是地區，有的地區是往上的那条腿，然后剩下的其他地區是往下的出的那條腿，是吧？這陸挺說的 K 型分化還要體現在不同的這個領域這個從地域看呈現這麼個情況，從這個行業看也是 K 型。那你想想吧，你要是在2線、3線、4線城市的這個傳統行業 K 型往下的這腿裡面的往下的，對吧？還得往下，那你說說你能不慘嗎？這個馬關遠的意思就是你看跌的時候大家都一起跌了，房價150万億沒了，然後現在反彈呢，只有個別城市在彈，其他城市還是不動這就變成叫 K 型分化。他說房地產進入這麼深度的調整以後中國的3、4線城市它的房地產哪怕是見底了，他說我們認為可能在底部還需要很長時間，這樣對老百姓的財富產生的影響會持續。那麼對大量的3、4線城市而言，我們怎麼樣來通過穩定的房地產預期來加快修復居民的資產負債表，讓大家的收入預期能夠改變，讓大家的消費意願能夠提升。他說這兩個 K 型分化是客觀存在的，而且是互相影響。它 AI 加大了 K 型分化，房價的調整也加大了居民收入之間的這種差距。他說我覺得這是當下中国經濟、中國社會面臨的非常顯著的問題。马關遠說我們不要一味的看到 AI 所帶來的變化帶來的想象力，我們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它破壞力。所以每一次產業調整、產業革命實際上是非常殘酷的，不是風花雪月，不是詩情畫意，不是請客吃飯，反而是非常殘酷的是流血鬥爭因為有很多老的產業会倒掉。每一次房地產調整對居民財富而言都是血淋淋的。馬關遠什麼意思呢？說半天那你說3、4線城市、5線城市現成的房子你要怎麼搞呢？你想讓它幹啥？漲？你出政策，政府能出什麼政策讓它漲呢？穩住不讓它跌，政府有什麼辦法？能出什麼樣的政策？還怎麼救市？大招对吧？已經違反市場規律了，就是供大於求，人口在下降，3、4線縣城、5線城市這些人口都在流出，对吧？整個人口的大盘子在下降，然後这些
第一線城市人還在往上海、深圳、杭州這些地方走。那你說這些地方房子它怎麼穩住呢？不就跟鹤崗是一樣的嗎？你想出什麼政策讓它穩住？國家出一個命令啊，地入1万1平米不准賣，不准成交，行不行呢？国家怎麼弄啊？就像有些专家說的，出台什麼发債，讓國家把房子收起來，放着，供應量少了，房價就上去了。房價一上去，那問題就来了，那你讓房價上去幹什麼呢？那著名的資產負債表好看了啊！我本來背着一套房，对吧？我現在我有套房，北京這些年應該跌了不少了啊，我也沒問過，應該是跌了不少了。我一直在出租啊，那你现在你讓它，對吧？我現在好比是3萬1平米，還漲到5萬1平米，那我就想把它賣掉了，誰接呢？就是你人為的托市，對不对？不讓它跌，你讓它漲，行。漲到5萬，那現在是3萬啊，我也不知道多少。我假設它是3萬，漲到5萬，那我就把它賣掉了。誰接呢？賣給誰呢？那個5萬去買這房子的人，他一個月能掙多少錢呢？他接這個房子的理由是什麼？是能漲到6萬，要麼就是他有這錢，他是消費，是吧？他沒辦法要買房，那你說你把這些人不害了嗎？本來人家对吧，3萬1平米就能買到的，你非要把他人为拖到5萬，那他不倒霉了嗎？這是第一個啊。第二個呢，他就可能是因為啊，要漲到6萬我買，那6萬誰接呢？那有誰的工資是在漲，對不對？那必須後面接的人他的收入更高啊。所以這些事情啊，這專家他也不解釋一下，好像政府啊開個會，然後在什麼雜誌上發表5篇文章，哎，那房價就能漲起來。這玩意都靠真金白銀，是不是？靠韭菜口袋裡的收入。所以以前實際上我講過這個道理啊，現在不要再跟着後面瞎嚷嚷什麼資產負債表了。我們老百姓，我們牛馬韭菜實際上不需要知道資產負債表，我們普通人，我們就需要知道我這個月掙多少錢。如果我現在一個月掙的錢和2021年是一樣的，那麼我這個房子我就會一直供下去。這個道理懂嗎？就這麼簡單，對吧？我雖然是2021年買的房，是站在了高點，但是我當時買的時候，我這賬是算得過來，對不對？我雖然每個月按揭是2萬，但是我不是收入3萬嗎？我是可以的，對不對？我還留1萬塊錢自己花，日子過得還可以啊。我現在我這要麼是收入變成2萬了，我這2萬一花按揭，我這對吧沒得吃了；要麼就沒工作了，乾脆這2萬都沒了，對不对？收入沒了。我現在問題是這個啊，不是說房價當初我買的時候是800萬，現在是500萬了，我日子過不下去。不是的，我日子過不下去是因為沒有收入。所以專家不要再拿什麼資產負債表這些東西來糊弄啊，忽悠老百姓，忽悠那些啊上面當官的。說點人話，人話就是保工作，讓大家能把工作保住，能有現金流，收入可以略微下探一點，但是不要降太多。只要收入沒有降，我們這個遊戲還能玩下去。我這房子雖然已經跌到800，已經腰斬啊，跌到400了，但是我會一直供下去的，因為我現金流是夠的，我收入是夠的，是吧？這個邏輯要搞清楚。專家老是說，哎，那個400萬再回到800萬，你回到800萬幹什麼呢？有什麼用呢？回到800萬，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很多人叫劫後餘生啊，他就想把房子賣掉。800萬對吧？我現在賣掉，我還來得及。那你找誰來接呢？實際上專家恐怕自己也想把房子賣掉，希望啊趕緊房價彈起來，我手上還有這麼多套房子呢，对不對？趕緊出吧。問題是要賣給誰呢？誰來接呢？是吧？你看日本人啊，為什麼東京的房價反彈到了高點呢？那是因為大量的外國移民或者外國人，对吧？投資者進來接，因為他們認為這個日元在貶值，是不是？他們認為有機可乘等等一大堆的，人家一算賬，好。很多人跑到日本去買房，甚至有大國的人，對吧？咱們的人把上海的房子賣掉，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說啊，很多上海人把房子賣掉，老破小卖掉，就是換綠票子啊，跑到日本去買房。所以日本的房價在漲啊，東京的房價創新高啊，那是大量的外國移民、外國投資者跑到日本去買房。那你要希望北京、上海的房價創新高，那你靠自己行不行呢？那還得靠外資，是不是？靠美國人，靠日本人、新加坡人，
大量人跑這兒來買，人家看好你，跑到北京、上海去買，对吧？这房價拉起來了。如果沒有大量的外國人進來買，你靠自己，我們人口在減少啊，對吧？我們的有錢人買房也買過了，他這30萬一平的，2個億一套的，不都買過了嗎？你還指望他買多少呢？接下來一會兒我們再聊一聊這個豪宅、二手豪宅，對吧？是什麼個情況？所以說這個專家總是拿資產負債表說事，忽悠那很多不懂的人。我們現在牛馬韭菜遇到的問題不是資產負債表在縮水，牛馬韭菜這些年啊，是有人喜歡用什麼 A8、A9、A7 來形容自己身價，那些都不知道從哪學的，我也不太懂啊，不知道突然冒出這玩意出來。牛馬韭菜一般很少說，哎，我多有錢，是不是啊？我現在總資產是多少？我现在净資產多少？那玩意太專業，牛馬韭菜一般不這麼說，對吧？牛馬韭菜說的最多的還是我年薪多少，是吧？我年薪多少，這是牛馬韭菜的底氣。你現在把他年薪給搞沒了，他哪有底氣啊？我很負責任的說啊，3、4線、5線城市、縣城的城市，實際上都會鶴崗化。不要老想着它還能回來，往哪兒回啊？那房價啊，永遠回不到2021年，只能是鶴崗化。以日本為例，對不对？日本現在很多地方的房價，那還是跟20年前是一樣的，它也回不去啊，對吧？它現在只有東京是吧？個別城市啊，房價回到了高點。那我們的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如果想回到2021年啊，那你得看看有沒有外國人來買。大量的外国人拿着美金啊跑步進場，會不會？如果有這一天的話，那房價能創新高。我們的一線城市啊，應該是啊，它跌得慢一點，是吧？畢竟有成交啊，畢竟有大量的剛需在那兒擺着的，那麼它流動性還是有，所以說它恐怕是緩慢的啊，去尋找它的底部。那這個也是調控，對吧？這個國家房地產政策的一個初衷嘛，叫着陸。軟着陸什麼意思啊？我們以前經常舉例子是吧？你這房子1000萬，我貸款買的，我貸款了700万，對吧？我付了300萬，30%首付啊，我貸700萬買的房。如果我拿着它，我又失業了，吧唧，它從1000萬跌到100萬，那我是扛不住的，那我就破產了，我就清算了，我就跳楼了。但是如果這個房子對吧，跌到900萬的時候，我把它賣了。我賠了100萬，我前面幾年白幹了，我首付跌沒了，對吧？有可能吧？好，第二個人把它接了之後，他從900萬跌到了800萬，他也把他的首付給跌沒了，他也把他那100萬跌沒了，然後他也把這個賣給第三個人，第三個房東呢，業主啊，房主啊，又便宜了100萬，賣給了第4個人，最後賣給第8個人的時候，他變成100萬到底了。啊，第8個人叫抄底，好，不跌了。那這從1000萬跌到100萬是吧？那中間900萬是有9個人扛着或者8個人扛着的，我一個人扛我扛不住啊，我就得跳樓。但是8個人扛呢，好像那就認倒霉唄，也不至於說活不下去。大家明白這道理嗎？就是把一個巨虧，把它分成很多小份，大家每個人啊平攤一點。每個人对吧？你不有個主持人說的好嗎？再大的困難除以14億，那不就不是困難了嗎？所以說你別看賠900萬是吧？900萬如果9個人8個人承擔，一個人再賠100萬，那咱還能對吧？還能承受，不至於壓垮了。明白啥意思嗎？這就叫軟着陸。如果一個人接着，那就歇菜了，或者2個人接也會歇菜，是吧？接的人多了。叫接力嘛，接力对吧？那人多力量大啊，每個人扛一點，每個人分擔一點。我這說的是槓桿買房的啊，你按揭貸款買房的。如果你是全款的，那就無所謂了，对吧？全款我1000萬買的，它跌到100萬，能怎麼着？我又不是借的錢，對不对？我是自己的錢，你還不是該吃吃，該喝喝。你一天吃3頓，不會多吃一頓，也不會多少吃一頓，對吧？一天也就睡那幾個小時。也是睡1張床，你不能睡2張床。好，這個就這意思啊。這個專家又扯什麼資產負債表，對吧？一說資產負債表，我就來火。我們過什麼樣的日子，我們
勒緊不勒緊褲腰帶，更多的是看我们的现金流，对吧？现金流多了，那我们就花钱多一点；现金流少了，对吧？你就開始在那兒得小心了。所以當務之急啊，你說一千道一萬，是怎麼樣提高牛馬韭菜的收入，怎麼樣保他的工作，然後有工作的牛馬韭菜怎麼樣給他減輕點負擔，對吧？沒有工作的牛馬韭菜怎麼樣完善一下這個社會保障福利，就這些事情，對吧？然後怎麼樣讓他能上崗，能一個月先5000塊錢先賺着，或者8000，對不對？投資於人，先把牛馬韭菜給穩住。專家的建議啊，都是利，從自己角度出發，因為你牛馬韭菜好了跟他沒關係。如果房價漲了呢，他有關係，因為他手上房子多，就這麼簡單，是吧？你舊房子或者怎麼着，反正專家得利會多一點。給牛馬加薪，讓牛馬一個月從5000到6000到7000，專家他得不到什麼好處，沒有明顯的獲益啊。當然了，這些東西啊，小粉小紅啊，盤們呢他是聽不懂的。盤們小粉小紅就是感恩感謝感激啊，你每天的稱頌，對吧？反正每天的感謝感激就完了，你說點好聽的，對吧？激動就行了。晚上19點的節目多看，不要老說這些鬧心的啊，不要老說這些負面的，這就是小粉小紅盤們的這個觀點吶。剛才說了啊，二手豪宅，我今天在網上看了一篇文章，說二手豪宅房東快哭了。去化週期46個月，你憑什麼覺得現在買豪宅能賺？你看啊，這是我一直就是觀點，對不對？豪宅就是新房貴，賣得快，日光。但是，一旦你買了之後，你說你想賣，不好意思，那你就且等着吧，打折。你看那周潤發，對吧？賣他那個豪宅，賣了4年，降價了，降了6000萬了，還在降，到現在都賣不掉。我記得以前好像去年前年是吧，那個王思聰啊，上海的豪宅是吧，也掛了，不停的降價，不知道現在有沒有賣出去啊。說不要再總是問上海的豪宅能不能買，值不值得買了，先看看二手豪宅房東吧，他們都快哭了，現在賣房特別焦慮難受。說現在有個特別割裂的現象，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只是去新房售樓處看，會讓你產生錯覺，覺得上海豪宅市場賣得很火，氣氛熱鬧像過年，人山人海，鑼鼓喧天，鞭炮齊鳴，彩旗招展，沙盤前人頭攒動，到處都是看房買房的人，銷售嗓子都快說啞了，樣板間還要排隊限流，對啊，一片熱鬧是吧？繁華。但你把目光轉到二手豪宅房東身上，就完全不一樣了，大家都特別難受。這還不是開玩笑，2000萬以上的二手豪宅，就2000萬以上啊，真心的啊，2000萬都不算什麼豪宅。但是你看2000萬以上的二手豪宅，去化週期已經飆到46個月以上了。之前可能很快就能賣掉，現在想賣掉都得等快2年。翻譯過來就是從掛牌那天開始算，理論上要將近4年才能把大幾千萬的房子換成現金。就是你現在想賣，那你掛着唄，4年以後賣掉了。當然，如果你真的便宜是吧？你市場價是2000，你就開價1000，那肯定能賣得掉。他說，這還不是最扎心的，對比一下就知道市場有多冷清。二手豪宅房東賣掉一套房子的平均等待時間是普通剛需房源的9到10倍。簡單點說啊，普通房子慢慢賣也能很快賣掉，二手豪宅直接就是被封印，砸在手裡很難賣，就是沒有流動性啊，沒有流動性就不叫資產，不是優質資產。這也讓房東買房心態發生了特別微妙的變化。以前上海土著本地人談起上海豪宅，眼皮都不眨，認黃埔、徐匯、老靜安3塊地方，別的區域根本看不上，覺得就是外地。您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套房，這是老上海人就這個啊順口溜啊。現在問他們，想法全變了，洋虹口的房子也會看，甚至開着車把各大新盤都掃一遍，再拿老牌二手豪宅做對比。老上海對地段的執着信仰，面對新豪宅嶄新的落地窗、寬敞的大戶型時，
已經開始動搖了。為什麼會這樣？第一次邏輯是土地供應徹底重塑了市場，土地供應情況已經發生變化。2020年，整個上海內環裡2000萬以上的新入市樓盤總共也就3個，數量非常少，剛上市就被搶光，根本不夠分。但另一邊啊，傳統的市中心呢，真正算得上豪宅的新房子，稀有的像熊猫的血。杨浦、虹口、浦东这些地方，大平层和低密度洋房不斷推出，數量特別多，而且產品設計都是迎合年輕人審美的，更受年輕人喜歡。什麼超寬橫廳、全套房設計，直接把上一代豪宅的戶型比下去，按在地上摩擦。最關鍵的變量還是人群。現在售楼處搶房的主力軍已經變了，將近70%都是外地人，大多是互聯網、科技、新經濟行業的年輕人，就是新貴唄。他們大多是帶着股票套現、大產期權來買房，對上海樓市地段鄙視鏈那套彎彎繞繞沒什麼執念，不會再在意老觀念裡那些好地段好，哪些不好，哪些好哪些不好，人不在乎，對吧？人有的是錢，懂的人不會買，買的人就是因為不懂。某些大樓盤的營銷話術真的是特別玄妙，定位精準的像開了 GPS， 專門瞄準長三角外地客戶。他們跟你聊城市紅利、發展前景、未來規劃，還有絕版江景，把氛圍感拉滿。但這塊板塊配套成不成熟，買了之後怎麼轉手賣給誰，能不能跑贏大盤，這些話人家絕口不提。為什麼？就是因為你不懂、不熟悉市场，才好忽悠你下單。最後說一件極為恐怖的事，官方已經明確定調，把房子定義為消費品，本質就是商品。這個咱們去年是吧，前年就開始說了，咱們要以消費的心態看樓市，買得起就買，對不对？買不起租。消費的心態看樓市啊，你心態會平和很多。那現在政府是吧，提出啊，已經把這個房地產定義為消費品。咱們這去年對吧，前年就開始說了，順着這個邏輯往下想，上海已經停止新增容積率 1.0 以下的純別墅用地，這些嚴格限制供應的產品顯然不在普通商品房池子裡。現在市場正在用最殘酷的現實給所有人上課，很多你以為買到的是資產，以後可以轉手，但它流动性的徹底枯竭，很難變現。新的接盘侠又被新房和認知差雙重截流的時候，你可能只是買到了一件超大型奢侈品而已。買到的時候確實開心，但想再賣出去轉手真的太難了。確實這樣的啊，你為什麼呢？豪宅啊，它的人群就那麼多，對吧？都是科技新貴，都是要麼老錢，就那麼多老錢，你更難忽悠啊。一個人就是你定位的人群少，你豪宅嘛，買得起的就是牛马韭菜倒是想住，他买不起啊，所以他感興趣沒用，是吧？所以你只能买給那些金字塔尖的那少部分人，而金字塔尖的少部分人，他的消費邏輯啊，他跟牛馬不一樣，跟刚需房也不一樣，人家反正有錢，他絕不買那种二手的，是吧？別人住過的或者什麼，對吧？買回來還要裝修，一看舊的還要裝修一下，我這是吧？你那玩意兒，你那地段也不是說就你那一個，不在你那买不行，是吧？所以人家就無所謂了啊，人家那個新的豪宅2個億一套的，一開盤就沒了。但是那個老的豪宅是不是掛2年3年沒人問？你看看周潤發哥的那個豪宅，掛了4年了，是不是都不止，一直在降價，賣不動啊。如果啊，我們在談論樓市的時候，談論房地產的時候，再把年輕人的消費觀念也列進去，當做一個變量，那這個是非常可怕的啊。因為現在00後他的消費觀念確實在變啊，如果你再用以前的眼光老登那種思想，那恐怕要栽大跟頭啊。时代變了，对吧？有一套自己房子的這個執念，在00後身上他就不那麼強烈，但不是說所有人啊，對吧？大部分人。為什麼呢？00後不管怎麼說啊，他父母肯定是有房，這次在縣城恐怕也有房，說自己家一套房都沒有的，這00後恐怕少，
說我家裡就是在農村，瓦房2間，哎，这種有啊，这不能說没有，但是这个恐怕就少得多了，是吧？他们的父母最次跑到城里面或者镇上哦，或者县城里面买了一套房，肯定是有的。也就是00后最差的啊，那好一点的那在2线城市地级市或者是1线城市，这00后那家里肯定有房，他们对吧？对自己名下来套房，这个没有那么深的执念，没有那么緊迫性。再加上现在租房也方便，而且现在租房市场对吧？你只要有钱租房，你是大爺，你還可以慢慢挑，可以選，可選餘地還比較多。總體上說啊，我們已經度過了那種住房是緊俏資源的那個年代。我一直說那個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是吧？你看看那個，那是上世紀90年代老北京，一家10幾口住個幾平米的地方，那個貧嘴張大民結婚是不是沒房，然後只好在他們家那院子裡面接出來1平米，還把那個院子的一個大樹啊還給包進去，那大樹就變成了婚房裡面，在房間裡面啊，所以他那個婚房裡面還有一個樹，一個很粗的一個樹幹，反映着什麼？反映着當時就是對吧？這個住房資源非常緊張。就連我啊，到北京以後，但是我自己沒住過了啊。我的很多同學是都住地下室，那時候住地下室，那很多北漂到北京第一站就是地下室。一下雨啊，有的地方還漏雨，還那個不知道哪兒來的水啊，就進去了，完了地上那個拖鞋就飄起來了。在地下室，那當然了，北京很多都是那種半地下啊，它也不是全地下。半地下什麼意思？還有半截窗戶呢，能有亮光。能透到光啊，全地下也有，全地下裡面黑咕咚咚的，沒有窗戶，但是現在這些都沒有了，對吧？誰還住地下呢？現在房子，北京很多房子都租不掉啊！如果你這房子啊，上個業主人不租了，你要掛出去之後，你要降價，你要不降價，你掛出去，恐怕1個月2個月都沒人問。如果你掛的比市場價稍微低一點，哎，那就好租一點。現在都這樣啊！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啊，跟房地產一個相關的一個人士寫的，叫天通苑房價為何還不如天津？大家知道吧？北京的天通苑呢，那也是非常有名的對吧？一個社區，就是一大是吧？最早的金石房好像是這樣的啊。說北京近郊老牌居住大盤房價跑輸天津主城核心區，這件事啊，放在10年前幾乎無人相信。但2020年二手房真實掛牌數據赤裸裸撕開了時代變遷下房產價值重構的真相。打開貝殼平台房源就能清晰地看到，天通苑中苑一套168平米板樓頂層複式商品房，如今掛牌總價398萬元，折算單價僅23708元每平米。北京的天通苑居然還有2萬多一平的房子啊，2萬3。整個天通苑板塊內大量樓齡20年左右的不起老舊樓棟，掛牌單價普遍卡在2萬至2萬7區間，不少常年無人問津的大戶型，成交價已跌破2萬元。天通苑你可以1萬多，就是2萬以下你都能買到房。但是這套房源在樓市上行週期頂峰啊，就是最高價達到多少？5.3萬。當年近900萬的高位入場成本，如今賬面資產直接縮水到300萬，也就是縮掉600萬啊！仰式的貶值背後滿是唏噓。2萬3、5萬3一平米，從5萬3一平米跌到2萬3，那不就跌到3萬了嗎？腰斬的不止。這是北京天通苑的樓市啊現狀。反觀天津樓市，和平區依托全市頂尖的教育學區資源，二手房整體均價5萬元每平米。河西區也在3萬元每平米左右，南開區、老城鄉等核心板塊成交價穩定維持在3萬元以上。天津核心城區房產的單價水平實實在在超過了坐擁北京城市紅利、雙地鐵通勤加持的天通苑。以前啊，有句話叫“寧要北京一張床，不要天津一套房”。如今，天津和北京的房價邏輯似乎改變，時代主流社會敘事徹底迭代，北漂群體扎根置業的底層邏輯發生代際顛覆，疊加低慾望社會思潮蔓延，年輕人消費與人生選擇全面重構，
最終完成了以天通苑為代表的初代刚需大盘房產價值系統。天通苑從建設之初就被賦予了特殊的時代標籤，作為北京規模龐大的經濟適用房聚集大盤，它是70後、80後初代北漂奮鬥路上最具符號意義的安家起點。對於經歷過城鎮化快速擴張、市場經濟高速起步的一代人而言，奔赴首都打拼，最終在北京拿下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是奮鬥成功的標尺，也是徹底告別漂泊、落地生根的終極答卷。那句在北京能有個遮風擋雨的地方就足夠，是整整一代人的置業共識。也正是這份對城市房產穩定個人身份的強烈的執念，硬生生把天通苑板塊房價托舉至5萬加的歷史高位，讓它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成為北漂剛需上車無可替代的選擇。可當置業主力軍徹底交接至00後群體，這套支撐片區房價20年的底層邏輯瞬間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壤。成長於物質富足、經濟平穩周期的新生代年輕人，完全逃脱了父輩先上車後改善的妥協式，就是曲線生存思維。低欲望社會思潮、個體價值優先的觀念深度滲透進他們消費與人生決策之中，對居住品質、生活舒適度設立了不可退讓的剛性底線，再也不願為了一張一線城市的房票被動接受老舊物業帶來的居住損耗。实际上就是消費觀念的变化消費觀念一變，你這些房子就沒有流動性，人家就沒人來接盤，就是不買，要買也不買你這樣的。那你說怎麼辦？因為現在供大於求選擇餘地多的是，不像以前是吧？以前是供不应求。如今社会主流就業偏好全面轉向體制內穩定崗位，大廠收入預期收縮，行業不確定性增加，依附單一互聯網產業的近郊睡城，房產投資趨勢疊加低欲望心態下年輕人對大宗固定資產的審慎態度，超前透支30年房貸購置房產的意願大幅度降低，大家更傾向於輕量化生活，保留現金流，而非將全部資產押注在不動產之上。而且多數年輕人僅僅把北京當作短期歷練的跳板，本身就沒有長期扎根定居的規劃，自然不會為天通苑這種過渡屬性極強的居住物業買單。這就是消費觀念的變化大家還記得嗎？我記得以前什麼郵票、古董收藏品都火，对不對？現在你說誰還玩那個呀？我記得以前的什麼对吧？玩核桃那都挺貴的文玩核桃，现在再貴人不要，人不玩，這都是觀念在變是吧？過去白酒大家喝，現在年輕人他就是不喝，喝得少，那你有什麼辦法？你怎麼刺激也沒用，所以只能是順應潮流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